哇，你看，今晡日天11号哦，天气真好，大家做得出来骑自行车，可以来骑自行车哦。大家好，我是郎祖云，本样书看客家新思，大家来关心客家的事。今天呢，我们在这么好的天气里面啊，来骑脚踏车，这是一个现在非常流行的时尚。不过台北今年呐，骑个自行车冇汹涌哦。台北的小朋友只有一种 size 的脚踏车，故说呢，小朋友每次啊，骑个自行车呀，常常会摔得乱七八糟的。因为从前的脚踏车，它是载货也载人，所以又高又大。那我们的国宝级漫画家刘兴清老师阿 Kingu， 这囧噻就是一个非常调皮捣蛋的大男生啊。故说给我们也要带大家去我们的台北，看看他小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调皮捣蛋。大家好，我是刘兴清。谢谢些亲产亲好搞又會撩音又會跳線，故所以人向來講咯，殘毒跳阿親股，印度咧親怪唔係撩音咧，故所以人向講咯，羅古毒阿親股，食飽真好講股，講乜嘅股呢？將講個跳擺羅跳擺嘅事情，睇是佢唔理解。今天呢講乜嘅咯？按到啲三角旗啦，这张画，写了一首打油诗，这样写的：拖骑三叔脚踏车，无奈脚短差太多，只好用这三角旗，好像特技耍噱头啊！三角旗啦。日本話ano三角努力哈，你乜嘅意思？用白話呢？安樣呢？跳擺加兩時嘅些處啊，將功夫以後，該時常差是放動達錢嘅事情呢麼？時常差前多嘢唔是看到啊，有一擺一張人啊，就嚟推背看到人去時常差。轉起兩人講過，哎哦，我台北有時常差呢嘛，個時常差嘛，啷些叫改進設計，挑戰這裡呢，挑戰這裡呢，按氣象機啊，該睇這樣子，你偏鬼唔識呀，咩機？個兩這裡呢，樣唔會放下去咯，人講普羅講到本來就冇人信。看多樣性僅僅就一樣東西的是，故所以加上些腳踏車、時常車，非常的寶貴。你的青菜人不卡有錢人了有，更是有一輛時常車是不卡人了，等於呀有一推面子個海呀一樣意思，你嘛，所以你的青菜人就。謝謝當上氣人，當羨慕啦，仲係我不靠摸啦，窮苦人，馬上要我熟白熟要，佢就是涼的嘛，唱啊，看起氣象機啊是當羨慕啦哈，講不少了跳起，跳起也是等個摸人出一下。跳就三手卡，跳來看出來，種係你模仿都唔小氣，白牙上去是放下來，尤其個時常差情歌，跳擺時常差冇講聲音都起來，全部睇影響動作，貼動睇機個動作在所在的前多多，我說起該種時常差。那你寫惡了啦，所以腳踏唔到啦，乜個辦法咯？要隻辦法，安樣嘢呢？自己會傳下啲三角，你會傳下個腳踏得到，少安樣個安樣半年，安樣踏，個學到會起嘅些，
当凤新呢哦，哪位去点凤新哦？该好势该罗太罗买对贵亲，啊，你的去年这个点凤新，啊，因为係影響的三國區啊，很多情聖節，像那種氣勢上架是像那特技表演的啦，啊，情聖節哦，啊，搞來搞去，種係學到袂啊，是冇簡單咯，啊，實在是對到批恁骨流哈，衝下嘛對到，啊，種係又係要跳起啊，是當飛起的啦，但是當希望。哪有人也有叫脚踏车，所以我特别做老师的先，卖提一辆脚踏车，那人卖去位哦，冇钱哦，那是特别的去准主动去点风心的地方，可见讲是费个时行车，用办来个价值，希望睇这个。呀，就是啊，国宝级漫画大师刘兴清老师阿 King 谷小时候调皮的写照，的确啊，就骑大人的大车呀，这样子翻天覆地的玩。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也是很调皮的黑嗓音，也就是谢志摩老师。他小的时候啊，也是令大人非常头痛的问题小孩。不过等给胎嘞，他变得很不一样了。他用他的精神炯炯，带领着一群小朋友，用体验教育跟冒险治疗，来带他们走向更光明的未来。哎呦，这个故事没懂精彩哦，接下来谈一下喽。在台湾，講到比較特別嘅治療方式，耳朵人心中可能會想到藝術類治療，但係你可能冇聽過那種大量學員們上山下海，加有特殊器材嘅種種磨練，讓佢哋到學習成長嘅冒險治療。什麼感覺？感覺蠻好玩，蠻好玩的，蠻好玩的。對，會怕嗎？會有點害怕，會有一點害怕。對，但是其實並不是說怕，並不是說真的怕掉下來或怎麼樣，是怕沒抓到，怕當然沒抓到。透過特殊嘅方式，車子苗先生按多年來幫助過耳朵各式各樣嘅成年人、老少年嚟，像係調查嘅老年想大嘅成年嚟。在佢嘅冒險治療帶領底下，發奮用功考上大學，家拋停學嘅青年嚟，在佢嘅研討對話當中，漸轉自信，重建人生。樣樣嘅大學生，因為佢嘅鼓勵，完成了一件一件困難嘅公益行動。他很鼓勵人做夢，一定要有夢想。他說人一定要有夢想，所以我覺得他在這方面很鼓勵我。那也包括鼓勵我身旁的人。我原本跟他提說我要去走路環島，他說不行，因為這樣太無聊太簡單。那他鼓勵我去幫有需要的人募款，所以我覺得他除了是一個鼓勵人去挑戰夢想、挑戰自己夢想的人，他也是一個鼓勵人去看見你身旁有需要的人。不一樣的是，我看到我自己的那個樣子。就是其實那個前後的那個反覆的動作，其實讓我想到我自己的一些狀態。其實，在面對很多事情的時候，特別是比較不容易處理、比較棘手的、比較涉及很多面向要顧及那麼複雜的問題的時候，我其實是沒有辦法一下子說衝就衝出去的。我覺得那個狀態就讓我看到我自己的那個樣子，對。我覺得看到自己的那個樣子，對我來講就是一個不一樣的發現。大衛不斷帶領學生呢，
创造增长经验的成长。而这个只是一位在不断挫折的人生当中行过来的人。他的生命曾经有遇到的黑暗，他听学过分过帮派，每本寻求天结果、自杀过，但是留下的他，曾经同太太身体告状，创立全国优良教师。便在2006年，老朋友创立了亞洲體驗教育協會，用自己專業來幫助更多需要嘅人。我哋學生嘅輔導模塊有兩種嘅事情，學生嘅學到。第一種事情係人老人要合作、團結，做完成這些事情，因為人老人確保你也不能有安全感，俾啥到當背高空地板跳出來，你也不能有安全感，幾張敢跳出來如果其實喺生活當中動到事情，你心裡面動恐懼、動驚，你也不敢跳出來，動害怕。但係你直接幫助自家做得有那種信心，有膽量，敢跳出來面對問題，你跟他們在面對，然後解決所有的衝突害怕是這樣子做一變一種勇敢的領袖，很有勇氣，不怕害怕，不擔心的領袖這樣的，還是培訓領袖係這種的方式來培養。車子苗從一個本抱負關注的青年到全國優良教師，從一個差異點的成為烏托良潮的少年人，到成為一個跨國際的工業冒險家。車子苗的人生就像是一場從烏托爬上高峰的冒險之旅，但係沒因為安樣的生命歷程，讓愛冒險的車子苗在體驗教育和冒險治療的兩個項有義務特殊的色彩感，更能夠以自身的經驗來協助青少年面對自我挑戰，提升決策應變的能力。因為我們都是學體驗教育，所以你常常面對老師，可能說，老師這件事情遇到怎麼困難了啊，怎樣？然後老師第一個反應都會說啊，所以你覺得呢？你覺得要怎麼做？所以你現在是想什麼？就是他不會直接告訴你答案，或是直接罵你哪裡做不好，他反而是會用一個問題丟回來去，你現在的問題是什麼？那你有想到哪些解決方式？哪些是比較好的？所以我覺得就是在他帶大的學生啊，就是我們的基本的問題解決能力，或是一些基本的能力都是還蠻強的。我覺得他有一個核心思想，他自發性選擇挑戰，那他鼓勵你去挑戰，但是一切的決定是你做的決定，他不會逼你，他不會就是拿一根棒子在後面打你，說你趕快上去，你趕快上去。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想法，他鼓勵，他很強，他相信這是好的，但是他是鼓勵你去選擇這項東西，不是用逼你的去，不像是我們以前的可能在學校受的教育，就是填鴨式的，一直逼你說你就是要念，你就是要念書。我覺得當人有選擇之後，當你決定選擇了挑戰，你會發現你會從裡面得到更多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它是跟我以前接觸到的傳統教育是比較不一樣的。出生在一個家暴家庭，生命一出生就被打，就被打，就一直打到4歲就還是被打，媽媽也被打，我也被打，所以就打。那這是我的成長的歷程。而在成功的時候又混幫派，所以就起來。所以在混幫派的過程當中，然後就狀況非常不好，然後學校也記過啊，然後發生事情啊，外面混啊，然後在這個過程，最後就被退學，然後轉到桃園高中。所以我狀況一直在下面，那時候狀況都在混，反正就打這樣砍人啊，就這樣子哈。然後現在講起來很輕鬆，其實那過程是很冒險的哈。對，所以冒險教育是那時候在學的。車子苗生長在一個充滿了家庭暴力的屋下，阿爸只讀過小學2年，阿妹唔識字，屋下嘅聲音多，也使得排行第5嘅車子苗長期冇受到注意。一直到車子苗接觸到基督信仰，讓本佢了解到，唔管我有冇做事情，我用下來本上帝創造出來就係有價值嘅。
我冇需要去证明我存在嘅价值，而系要让呢只价值发挥出来。我刚刚讲做家长啊，唔好让成人呢，两个成人了，两个成人比，因为上帝创造特色冇恐龙，特色有佢特别，有佢独特冇恐龙嘅地方，你唔好拿一个成人来拍啥比，你要纵容性、动人性，请到一个成人呢，佢冇恐龙嘅地方，佢好嘅地方，佢嘅长处，佢嘅优点，你要请到佢样。然后请一个平台，本了成人那度，佢係長處，佢係優點，所以想辦法到呢一種嘅平台，不去發揮出來，去做啲走動的東西，去做啲表現出來。你冇老佢講，佢了唔好，你做乜嘅唔好，乜嘅冇可能二三乜嘅通通冇嘅。所以你自己係當榮幸，當認真。對你這個成人來親到看到佢上帝創造呢一種成人的種獨特冇恐龍的地方，這樣。他對他所帶的成員啊，特別是青少年，有一種就是發自內心對他們的關愛，對他們的關懷。那我相信這也是他自己個人生命的成長歷程，讓他有這樣的特質。那坦白講，我對我這部分的特質是很缺乏。那我希望我可以透過跟小文老師的工作學習上面，可以具備這樣的特質。我覺得很謝謝老師，真的謝謝老師。那他影響了很多人，那我很感謝他，也幫助我從一個坐在教室認真上課的書呆子，然後變成一個可以有一點生命去影響別人的人。那很感謝他，真的很感謝他，因為他的生命先影響了我。從車子廟落了到強人人嘅互動當中，喺呢度意外嘅隨意嘅成功，發現了一種無窮樣嘅科學精神。呢種科學精神係廣大嘅一種發自內心嘅精神，然後無條件嘅付出，而用心接待你嘅佢所接觸到嘅事業嚟，安樣嘅科學精神。就像2000年前耶穌在十字架上犧牲嘅那份愛，車子廟透過佢透徹嘅方式，耶穌將安樣嘅愛在高山當中，在大會上，為更多新人類開啟另一種無窮樣嘅視野，去享受真相嘅冒險人生。谢志摩老师在年少的时候经历过一连串的挫折，可是他从不放弃。后来他成为老师以后，他就用体验教育来教导一些需要帮助的青少年。想想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工作，而且他使得这些青少年能够克服挫折，面对挑战。这就是老师的意义，就如同我们生命中的导师上主一般，总是在不同的道路里面给我们指引。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祝福谢老师给做的因为有上主的指引而继续坚持下去，就像我介绍的耶稣圣歌一样，行出去。出去耶稣国诶，躺起来动有力量哦，真的让人家很振奋。呀哈，给抢问一下我们哈嘎圣乐团的指挥陈建中牧师来聊聊这首曲子。耶稣国本上是建议改过来耶，本来是国语歌曲，你怎么会选择这个曲子？而且这个改编过来以后有什么特色呢？这首曲子其实当然是我在这个处理的时候，让人家感觉是进行曲了。本来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旋律嘛，哈，是原来是国语的词，国语的歌名呢是叫做《走出去》，但是走出去呢，如果用客家话念的话，就不是走出去，变成跑出去了。对，这就变成跑了。国语的走，客家话是跑，那客家话的走呢是变成行出去。
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就是要很小心，因为每一种方言的它的用词的意思不同的，那我在处理上我就觉得这一首的歌词里面，它这个原来的词曲作者是小敏姊妹他原来其实根据以赛亚书里面讲的，就是说神呢已经将那地赐给我们了他把权柄赏给那些信靠他的人，所以要走出去，要扩张神的国度。所以呢，就这个感觉，我就感觉说，这样要走出去的话呢，一定要有精神。所以我就处理上，我就把它编成像进行曲了。怪不得。然后，所以鼓手 A 欣赏他的编曲跟他的创作是非常有画面的。就像我们介绍过的那个你会用一些动词，然后或者是符合那样的精神的气质去做不同的编排。那所以，哈嘎国外迪度东社堂都有进行曲的。鼓手，您在这个进行曲呢，包括它的这个乐器的配置上面，是不是也有不一样了？对，因为如果是用弦乐器为主的话，就显不出力量。所以呢，我这个曲子里面虽然有用弦乐器，但是是附带的，是变成背景。那主要的乐器就是用铜管乐器。这个喇叭一吹精神就来了。对，然后用小鼓陪衬打击乐器节奏感。对，打击乐器跟管乐器是主要的。那加上后面还有一点点弦乐器，所以整个就感觉非常有精神，雄赳赳气昂昂的，而且用这种重唱合唱曲的力量来增强它的力度。对，就可以喊出去。操，大家喊出去，不过先来弹一下。喊出去，喊出去！的确，我们要勇敢的大步前进，才能够迎向每一个困难的挑战，也才能够迎接更美好的人生。喊出去，大家一定要加油哦！给我们也谈到了我们的阿 King 顾刘欣清老师呢，讲起他小时候呢特技三角旗的故事，还有谢志摩老师、小摩老师给生他的死节，一直到他长大的这一连串的精彩冒险，你是不是也觉得很过瘾呢？
感谢大家收看今日的客家新诗，下礼拜我们一起再来关心客家的诗，再见。